今次呢一個高尚住宅屋苑雲景8座 B 室，實用面積係1187平方尺。今次呢個單位，相信無論邊個都會俾個維港煙花海景吸引。今次呢個單位都幾多門，先係高級住宅常見嘅雙大門，而且仲有一個將工人房同後門分隔嘅門。但點解仲要加多個趟門呢？今次住戶人數係一家3口，睇返本身嘅房間分佈，我哋會以趟門將單位分成兩邊，一邊係客廁、客房、廚房後門等等，而另一邊就係客人好多時候停留嘅位置，廳同埋房間。設計師利用間隔嘅優勢，喺入屋後嘅空間做咗一組收納櫃、可以坐嘅地櫃同埋層架。咁客人入屋可以放低嘢，梳洗一下之後，拉開趟門就行入休息嘅空間。客飯廳位置，我哋喺飯廳同埋電視機櫃做咗雲石嘅飾面，金色元素就做喺天花、趟門、吊燈同埋走廊門口。經過金色門框，首先會係仔房。究竟仔房、主人房設計師係點設計？可以去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睇返我哋詳細介紹片段㗎。